来较讲，想怎要飞新加坡的飞行机该降落伫咧高雄咧？华航一撮航班伫咧今日早起8点外时阵，要对桃园飞去新加坡，也下晡1点外煞搁飞转来到咱台高雄，降落伫咧高雄，发生啥物代志？华航讲哦，这架飞行机因为信号有各样，才搁转来高雄做检查，也下晡嘛已经派另外一架飞行机去高雄载旅客，继续飞去新加坡。 飞行机慢慢降低关度，原本飞新加坡的航班突然转降高雄国际机场，引起航空业的好奇。右边好像没有推力了。华航753班次13世纪为桃园国际机场飞往新加坡，却伫越南外海挖倒转来，下昼1点外该降落高雄机场。看到航空业表示，飞行机降落的时阵，亲像听到异常的声音。 很明显就是听到飞机就是有异常的声音这样子，应该是2号的引擎啊没有力故障，然后就是要折返回高雄。航空业推测可能是严重故障，好在飞行机最后平安降落，但机长181名旅客甲工作人员落机了后，飞行机随行脱离进行维修。飞机的右翼引擎有问题，所以新加坡那边没办法下降，所以折回来高雄机场下降。单发动机都可以正常的飞行，但是呢，它有相关的航程跟时间的限制，它都有一个规范在。那只要飞行员按照它的规范的话，基本上都没有问题。针对飞航事件，华航会室内也表示，CI753因为机务信号异常，为着确保飞行安全，才以标准作业定时转到高雄进行检查。下昼已经调派另外一架飞行机到高雄接替，飞往新加坡。那CI753的详细状况，由原有台进一步厘清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